好多跨國嘅中介機構會去吹噓啦，幫大家認識到一啲年輕貌美嘅越南老婆，而且咧保證3年唔走佬。今日咧有啲香港嘅朋友啦，咁啊同阿南哥約咗下個月過嚟越南玩。咁但係咧佢提到一個問題啦，佢話佢30幾歲，佢都未識到老婆，因為喺香港工作好忙啦，真係冇乜機會去識到女朋友，可能本身亦都比較內向少少嘅性格啦。問我喂，越南老婆透過啲中介機構去識啊，想話買個老婆翻嚟咁啦，究竟靠唔靠譜實唔實在咧？咁我覺得我好必須要出一條長片去講解清楚南哥10幾年嚟眼裏邊嘅越南老婆究竟係點樣樣。首先第一樣嘢，透過中介機構去識一啲越南老婆，究竟實唔實在咧？咁而家好多跨國嘅中介機構會去吹噓啦，幫大家認識到一啲年輕貌美嘅越南老婆，而且咧保證3年唔走佬，甚至乎講到包生仔咁嘅。市場行情價啦，要20-30萬人民幣。其實咧絕大多數呢部分嘅資金咧，都係俾啲中介機構咧飽入囊中嘅。咁啊，按上年咧一個實際嘅例子啦，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咁有一個越南北部山區嘅女仔，我化名叫佢小蝶啦。本身佢喺鄉下可能比較窮，亦都個信息比較封閉。咁佢哋咧好多啲中介媒人啦話，喂，嫁過嚟中國會揾到夢寐以求嘅生活，中國人好有錢啊，對越南嘅女仔亦都好好。咁啊，因為可能屋企比較窮啦，佢最後咧亦都選擇咗相信呢個中介，因為佢屋企咧本身可能會有一定嘅負債啦，呢啲咁嘅禮金咧可能幫到佢渡過一定嘅難關。中間咧經歷咗幾個月啦嘅一啲程序上啦，過嚟亦都擺咗酒啦，咁啊亦都領咗結婚證，手續上搞掂晒，嫁到過嚟中國。點知同呢個男方啦相處落嚟咧，先知道咧其實智力上邊係有多少問題。男方俾嘅禮金，實際上咧係佢收到嘅10倍，因為女方咧收到嘅禮金可能就係那麼的1-2萬蚊人民幣，但係男方俾嘅禮金係20-30萬。咁其實絕大多數都係俾啲黑中介咧，全部咧飽入囊中。第三樣，佢嫁到嚟中國咧，原先諗住過上好美滿嘅生活，殊不知呢位男方嘅家庭咧條件亦都唔係十分之好。對比佢越南嘅生活，其實根本個越南目前咧係唔會話冇得食冇得住嘅。一對比之下，佢真係覺得個落差太大，接受唔到，最後跑返越南。一樣係選擇咗報警。睇到件事啦，其實好多時候會牽涉到好多人口嘅買賣，好多嘅黑中介啦，呃咗當地越南女仔，呃過嚟中國。我哋中國咧，亦都呃咗好多我哋嘅本地人，吹噓哇越南嘅老婆非常之好。當然啦，亦都唔排除有部分越南嘅一啲女仔係本身就想過嚟呃我哋中國，亦都有咁嘅可能性。所以咧，透過中介機構去揾老婆，第一個成本高，第二個風險亦都非常之高，我絕對係唔贊同嘅。第二點，大家最關心係，喂，如果我自己去揾老婆，究竟點樣揾呢？咁啊，首先第一樣嘢，你必須要去越南先啦。去到越南，你唔好去大城市，咩河內啊、胡志明嗰啲城市嘅女仔咧，佢嘅要求會非常之高，而且佢未必好想嫁過嚟中國㗎。例如去啲旅遊城市啦、峴港啊、芽莊呢啲，因為本身咧嗰度咧對於接觸我哋中國人或者外國人非常之多嚇，咁啊亦都非常之多中文嘅語言學校，佢對於我哋中國嘅文化咧好多嘅認同度、接受度亦都非常之高，所以去呢啲地方咧亦都非常之好嘅。咁如果我自身條件真係比較差啲嘅，咁其實我建議你可以再去鄉下少少嘅地方例如啲3-4線嘅旅遊城市，歸仁啦，或者北部山區有啲沙巴比較偏遠嘅山莊啊，你其實都可以去嗰啲鄉村地方去認識下、旅居下、了解下當地嘅文化。咁其實識女仔喺我嘅眼裏邊咧，無非幾樣嘢：膽大、心細，同埋展現到我哋中國男士嘅魅力。
形象做得好少少，展現我哋有一定嘅經濟實力，同埋你要俾佢睇到我哋中國目前嘅生活係點樣樣。因為呢啲比較偏遠嘅地方，其實本身佢嘅發展空間係相對比較有限，佢接受或者嫁過嚟中國嘅可能性相對亦都係比較高。第三，如果真係揾到老婆要嫁嚟中國，要注意啲咩呢？咁啊，首先第一個啦，佢嫁嚟中國呢，其實佢係冇辦法合法去工作，因為我哋中國呢要去入籍呢係基本上係冇可能，我哋只能夠等於係俾一個居留權，俾一個等於係綠卡咁樣嘅佢最多係做下小生意啊，或者做下一啲私人嘅工作啊，佢冇辦法去啲大公司去上班嘅。咁第二樣嘢，佢語言溝通唔到，其實基本上佢學我哋中文3個月咧，已經係非常之流暢。如果有1年嘅時間咧，佢嗰個交流咧係基本上係唔會成太大嘅問題。即係當然啦，文化肯定會有一定嘅差異，同埋有啲深度上面嘅感情咧，有時就算佢識中文好叻都好，大家可能都係會有少少隔離感。即係呢個大家一定要有耐性去接受呢樣嘢咯。咁最後啦，我覺得你兩個人喺埋一齊最緊要當然係兩情相悅啦。喺10年8年前咧，亦都係我哋一啲旅遊嘅同學，我睇到一個幾美滿嘅婚姻咯。雖然我唔係好識呢個女仔啦，但係我知道佢哋嘅愛情故事係兩地分離有好幾年嘅時間，大家不停喺度電話溝通，但係互相係真心相愛。到最後呢個女仔係嫁咗嚟中國，同咗亦都係我一個好朋友喺埋一齊，組建咗一個好美滿嘅家庭。已經係有10年8年嘅時間咯。咁其實我睇到越南嘅女仔其實真係勤力啦，同埋對感情亦都係，如果佢真係中意你，佢唔會話太介意你有冇錢，佢亦都係好用心去經營呢個家庭。越南咧好多女士，佢雙方面要兼顧，一個揾錢，第二個係照顧小朋友。所以你去越南時間長咗，你會發覺咧，我自己好多合作夥伴同埋我認識好多老細咧，其實都係越南嘅老闆娘。咁最後，如果大家真係想過嚟越南，了解多少少越南嘅旅遊文化，或者想學一學點樣識越南女仔嘅，可以 at 南哥，南哥咧都可以同大家探討一下越南識女仔嘅經驗。